大家好，今集我哋會介紹下 ChatGPT 係乜嘢，同埋點樣用佢提升日常工作效率。ChatGPT 係一個由 OpenAI 開發嘅人工智能對話機械人，同你傾偈之餘，仲係幫你寫嘢、答問題，功能非常強大。對於我哋日常生活中好多任務，ChatGPT 都可以充當一個得力嘅 AI 小助手。等陣我哋會睇下佢點樣幫到我哋處理時間安排、資訊搜尋同埋電郵嘅工作。如果你每日行程好忙亂，其實可以揾 ChatGPT 幫手。例如，如果你將自己今日嘅待辦事項列出嚟，ChatGPT 可以幫你排序同制定一個時間表。你甚至可以同佢講明邊啲係最重要，或者要用半小時一格嘅時間去計劃。佢仲可以將一啲大嘅任務拆成細細嘅步驟，逐步提醒你點完成。咁樣一嚟，你嘅時間管理就會變得有條理，再忙都可以有序咁完成任務。做功課或者揾資料嘅時候，你可以直接問 ChatGPT， 一次過攞到重點資訊。譬如你想知道一件時事嘅背景，問 ChatGPT， 佢會用簡單幾句同你講重點，慳翻你逐個網站慢慢睇嘅時間。ChatGPT 會整合唔同來源嘅知識，俾你一個全面啲嘅解釋。不過要留意，因為 ChatGPT 嘅知識未必係最新。如果涉及好重要或者最新嘅資訊，記得自己再核實清楚先好採納啊。寫電郵都係日常繁瑣事之一，不過有咗 ChatGPT 就可以輕鬆好多。假設你要覆客戶電郵，又驚自己措辭唔夠專業，只要你將重點同想講嘅嘢話俾 ChatGPT 聽，佢可以幫你秒寫一封語氣恰當嘅回覆。例如開頭點稱呼想表達嘅重點，全部俾咗佢，佢就會產生一封禮貌又專業嘅草稿出嚟。你仲可以要求口吻親切少少定正式少少，佢都會跟足指示去改。之後你只可以少少修改，就可以將封電郵送出，慳時間又省力。總括嚟講， ChatGPT 真係一個好好用嘅日常 AI 幫手，可以幫我哋節省大量時間同心力。無論係排時間表、揾資料定寫電郵，都輕鬆咗好多。當然，記住啦， AI 提供嘅答案始終都要經過你自己嘅判斷同埋潤色，確保內容啱你心意同埋冇出錯。而為咗令 ChatGPT 幫到你嘅程度最大化，你提供俾佢嘅指示同背景越清晰具體，出到嚟嘅結果就會越貼題。希望呢集介紹嘅日常應用技巧可以幫到你善用 ChatGPT。下一集我哋會探討下 ChatGPT 喺創作寫作方面嘅神奇用處，千祈咪走開，記得繼續收睇啊！